设想在宇宙的某处还存在着另一个平行宇宙。切记，我说的可不是阴曹地府或是地狱。美国在太空进行低温冷原子的重大实验过程中，宇宙空间站竟受到外力撞击，瞬间开始剧烈晃动。宇航员安娜失去平衡被吸走，结果头部撞上太空舱的玻璃，当场没了呼吸。队长保罗缓缓将安娜头部扶起，用一张普通的湿纸巾就堵住了玻璃上的缺口，而活下来的人依旧有生命危险。刚才的撞击损坏了供氧和电力系统，摆在他们面前的活路只有撤离。临走前，保罗发现冷原子数据凭空消失了，原有的2个逃生舱，其中一个也发生了故障。由于人数受限，保罗让其他3名队友先走，自己留下来再想别的办法，并让队友将实验数据丢失的消息转告给宇航局指挥官亨利。队友们的回应却让保罗意外，他们根本不知道冷原子实验的事，也不记得有亨利这么一个指挥官。不过眼下这种情况，谁又会去深究这些？分别后，保罗维修着供电系统，毕竟留给他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此时空间站寂静的可怕，他却听到了死去安娜的呼吸声。难道是现代版《聊斋再现》吗？虽然鬼神之说违背科学常理，但事实往往胜于雄辩。播放刚才的录音，却听到安娜在与人交谈，内容是对方正在维修空间站的电力系统。这不是保罗现在干的活吗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，刚才保罗的大喊引起了未知回应，空气中有人叫出保罗的名字，紧接着电力系统修复与地面取得了联系，航天局批准保罗提前返航。随后他将安娜的尸体放入隔离舱，可在身体接触的一刹那，仿佛又没死。结合之前的诡异声音和身处的环境，足以让保罗终生难忘。于是他急切地想要离开这里，但逃生舱与空间站的固定螺栓出现了故障，而另一种逃生方案就必须2个人里外同时操作才行。此刻保罗的情绪已接近崩溃的边缘，他顾不得宇航员的专业素养，大力敲打着仪表显示器发泄怒火。没想到故障真的解除，螺栓开始分离。其实他不知道，是外面突然出现的神秘人影替他脱罪。逃生舱逐渐远离，保罗竟看到空间站有人目送他离开。他没有考虑是平行时空的原因，所以把遇到的所有离奇事件都归咎于缺氧恐惧导致自己出现的幻觉。回到地球的保罗成了人类崇拜的英雄，同时他也发现了不对劲儿。首先，航天局的领导并不是亨利，而是他完全不认识的人。其次，保罗在太空执行的冷原子实验，宇航局声称早在12年前就已经放弃执行了。为了证实一切，调出了太空站的视频记录，上面清楚的可以看出，保罗每天进行的就是普通数据的勘察工作。这下保罗身边的人都认为他是精神分裂，殊不知之前发生的诡异事件只是冰山一角。为求安慰，保罗去祭拜了安娜上太空前种下的树。当他献上鲜花时，另一个熟悉的人也献上了同样的鲜花。保罗下意识地向对面看去，顿时吓得他汗毛炸起。安娜不仅没死，甚至也回到了地球。对方看到保罗后也是一脸震惊。如今保罗开始怀疑这一切并不像是幻觉。安娜的葬礼上，保罗带有悔恨地开导安娜女儿的情绪，他正想告诉爱丽丝你的妈妈可能还没死，结果还没等说完，他就看到另一个爱丽丝从楼上下来。刚刚下楼的爱丽丝看到妈咪的葬礼，当时吓得失声尖叫，尖叫声引起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安娜冲向女儿，而保罗也在这一刻感到眩晕。2个女儿对视的那一刻，痛失母亲的爱丽丝不敢相信自己的妈妈竟真的没有死。原来由于某种因素，2套不相交的平行时空偶尔开始重叠，相同的人，相同的命运，在经历相同的事。那到底谁存在的空间才是人生真正的主宰呢？虽然2个平行时空的剧情顺序相同，但结果却是截然相反的。